大家好，我係趙偉，歡迎收看今日福氣來咧。講到客家莊嘅音樂咧，唔可以想到嘛嘅。我即個帶龍潭按多年來啊，我主持到有一隻沙期嘅管弦樂團吼，當厲害，因為佢哋深耕龍潭菜地按多年。佢哋希望咧音樂做得生活化，生活做得藝術化。讓龍潭變做一隻當厲害嘅音樂古典嘅小鎮。當然啦，當歡迎咪當歡喜，佢哋今年第3年站上國家音樂廳的舞台，歡迎佢哋之前呢，先來看兩段精彩的樣片。哇 ，Bravo！ 看这两团按精彩样片而分享，龙潭爱乐管弦团团长张宏宇张团长，团长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龙潭爱乐管弦团张宏宇。你好，你好。紧接着欢迎这位美女，也是我们龙潭爱乐管弦乐团的艺术总监陈一秀，陈一秀。
大家好，我是龙潭爱乐管弦乐团艺术总监陈怡秀。为什么我刚刚介绍完你们，我就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音乐没有学得很够，都气质没有很好。那大家好，我是陈怡秀。哦，来嘿，总凤仪，分享两位来，欢迎两位来，你们好。团长好，艺术总监好。先请团长介绍一下这个刚才那段很精彩的演出影片好吗？好，那场音乐会是去年8月23在国家音厅的演出。那我们邀请了客席指挥郭连昌教授，也是我的指导教授，那演了一首，就是那首曲子刚好是 Encore Piece 的第一首，带动整场的气氛，叫 Tico Tico， 很有那个巴西嘉年华会的那种热情。后面啊还看到大家在互动的感觉，对，互动的感觉真的蛮好的哦。而且我发现贵团很厉害的是各个年龄层都有，等一下我们好好的聊聊。我先从二位聊起哈，这个。你们从龙潭来，龙潭是很标准的客家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二位谁是客家人？我是竹东女冲埔，那边二重埔，女冲埔啊。所以竹东应该讲海陆比较多嘛。对，是海陆。以修老师，那你的名字还会？陈以修，陈以修。其实语言跟音乐是一样的，有时候我们常常去练习的话，它就会在身体里一直的流动，对不对？做懂你。那团长呢？客家西龙。哎呦，客家西龙，对，就是客家的这个女婿，对不对？讲一下客家，先讲一下客家女婿好，你觉得当客家女婿的感觉怎么样？对你来说？去竹东哈，这客家庄，包含我在生活在龙潭，我觉得在客家庄一件事情是大家一起来做，就让我非常感动的。那每次跟宜秀的阿 Q 啊 Q 妹一起吃饭，他依琼啊阿姨阿婆对，然后我觉得是大家在一起做一件事情，对，不管是任何事情，然后尤其是节庆的时候，更可以看到整个客家人的一个精神。对，就是客家人我们客家话叫喜情，很喜情，是很喜情，就是非常的友善之外，然后非常的愿意跟你们做很好的朋友。那更何况你是客家西了哈。不过讲到这个客家西人音哦，亮啥不能说好音哦。两人本来就是学音乐嘛，我们宜秀本来学什么？我就是主修中提琴。总监一开始从小就开始学，从小就开始学。那团长呢？你一开始？我开始本来我之前是读军校。哎呦，对，我看你的坐姿应该还蛮像军校啊。对，然后哇，怎么会想要念军校呢？那时候有部电视剧叫《少年1524》，张晨光对，那时候演的，那个戏很红哎，而且那时候还蛮多这样子的戏。对，然后我就瞒着爸爸妈妈就去报名，因为爸爸妈妈其实很希望我能读师专，因为爸爸妈妈都是是学校校长老师，觉得希望我能这个跟着他们一样当个老师。就是老师。对，在那个年代来讲，应该讲太嘎都吃到做老师还铁饭碗。你们听得懂我的客语吗？唐诗。对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偷偷去报名了军校，就中正预校。可是那时候念中正预校也不简单呢。对，要考试，你必须要很好的成绩，而且就是品性分数都要很高。对。所以进去以后，我以为说到军校可以不用念书，可以像电视这样子，每天就像这个电视剧一样哈，就发现进去还是要读书，要写，还蛮辛苦的。对。那因为我对音乐的喜爱，所以我就会偷偷的利用晚上时间，偷偷跑去音乐教室练琴。社团吗？对，社团对。然后预校毕业以后，我到了真正学校音乐系。是。然后音乐系毕业以后，就在军乐队服务一段时间，我就考到公费，然后就到辅仁大学去读研究所，那就认识了宜秀。哇，对呀，你看果然了，军人出身又不一样，非常有清楚的脉络，就是因为你们在研究所就认识了，对，然后两个人就觉得很合得来，最重要是在音乐上有相同的理念吗？还是说宜秀？对，音乐上有相同的理念，我们都很喜欢乐团，很喜欢练习乐团。你知道学音乐的女孩子永远都是这样温温柔柔，你是不是也看上宜秀这一？对，好了，这个是两个人认识的过程啦。简单的跟大家说，音乐在你们的身上本来就留着可能一开始
老天爷也好，或生命中也好，给你的惊喜，我们就走到这条路上来了。那讲到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就不简单，这个团成立了多久啊？今年第9年。第9年，哇，这就是我要说的长长久久，要迈入十全十美了。对。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机缘，在龙潭这个地方成立了爱乐管弦乐团？那因为我们之前是住在新北市，就台北县。哦。那后来因为我工作关系，在龙潭的陆军总部军乐队服务。哦，超，龙潭真的是一个福地啊，自己讲，因为我也是龙潭人。然后我就在龙潭住下来，而且那房子还是阿 Q 借给我们，对，阿 Q 借给我们住的房子。然后我们越住就越喜欢龙潭这个地方。是。那我们就一直觉得说龙潭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乐团。嗯。然后等我退休之后呢，我们就成立了这个龙潭爱乐管弦乐团。退休以后，对，包括总监也是退休以后吗？还是？当然没，我还是一样在我很多的学校，新北市的音乐班任教。哦，所以这个乐团成立的时间是2008年。2008年到现在，哇，其实这样你再回头看，现在也许说得很轻松，你再回头看自己刚成立的时候，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，团长？现在想起来，当然是这个一点一滴都是这样累积嘛，对不对？累积过来的。那当初这样子的想法，然后你们2个讨论好之后，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，让你觉得好，我就是要成立了？除了觉得龙潭这地方很漂亮，我又在这边工作这么久，有那时候我们就在那时候的乡长叶发海象的鼓励之下，我们就成立这个乐团。是。那成立这个乐团之后呢，我们就从慢慢的招生，从弦乐跟管乐慢慢的招生，当然就从刚开始的8个团员到现在，哇，98个团员，98个团员。对于巴萨，都俩90巴萨，俩歌上很样蛮精彩，有卖故事嘞，莫走开，大家扶起来，2位容易分享一下，待会见。
你，非常转福起来，看到的係按精彩樣片，今日來到現場係龍潭愛樂管弦樂團的團長鍾鳳儀先生。大家好，我係鍾鳳儀。哦，係原來藝術總監陳義修。大家好，我係陳義修。你看看學音樂的人語言能力也是很棒的。這個請團長啊，介紹一下家人看到這麼激昂澎湃的這個表演，介紹一下。這是也是一樣，在去年8月23號演出，因為那時候，三軍跟國軍都有一個蠻低迷的氣氛。對，去年。對，然後又是我們演出的時間是8月23號。哦，823炮戰。對我。而且接近了93軍人節了。對，接近93軍人節，而且譜我是21號才寫好，所以我們最後一次排練是8月21號。演出的前2天，我們才練這首曲子，才把它編寫好，然後來給大家練習。是，對。那剛剛那個德偉哥看到我們穿軍服上台，是，那也沒有事先都沒有跟團員講。哦。是我早上那天823早上起床的時候臨時決定。對，想我先去看我的那套軍服還可不可以穿，沒想到穿起來是非常非常帥。對。當時團長退伍是中校退伍。哦，我覺得這個就是音樂上很奇妙的地方。其實音樂可以鼓舞很多人。對。對，你說這個點閱率應該很高吧？對，平常我們的音樂會的點閱率到1000，我們就非常高興了。那這個點閱率到30萬，哇！而且好像那個時候莒光日還有播出，哦。我覺得這就是在音樂上面很好的成就跟感動。啊，我們再回頭講到剛剛我們上一個階段回來聊的，就是說目前團裡的狀況是這樣，就是說從8個人到98個人，我們請總監跟我們分享一下，現在團裡面的年齡層怎麼樣？因為我剛剛看了影片之後，好像老中青都有啊。對，我們最小的孩子國小3年級。3年級。對，然後我們大人、成人或是爸爸媽媽都有在裡頭一起的練習，但這個過程我們有基礎團、進階團，再到管弦樂團。那小朋友跟大人的一起訓練是有一些辛苦的，可是我們的大人會學樂器，都是他真的很喜歡，或者小時候的環境不容許，然後長大可以演奏。那當爸爸媽媽跟着小孩子練，然後小孩子就是他的學姐，這樣的感受是。互相學習是非常的不一樣的，也蠻像大家庭的啦。不過，因為我們一般人都會覺得說，這個樂團當然是年齡層要越平均越好嘛。比如說，年輕有年輕的團，長輩有長輩團，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團。團長，你怎麼會有想到說我要在社區裡面辦一個這樣子的，不管是親子團，或是親子教學，或是等於是說老中青3代都有的一個愛樂管弦樂團？我在2004年的時候參加日本的一個軍樂季。哦，對，就是你們那個時候在軍樂隊，對，大家軍樂隊，然後參加他們的軍樂季，然後在活動的前幾天，我們去參觀那個樂器工廠。工廠之前呢，就晚上的時候吃完飯走在路上，一看到一個阿公阿婆，對，阿公阿婆，對，牽孫呢，牽孫，然後牽着孩子，然後他們都提着樂器。我就問旁邊的這個老師說他們說他們是要去參加一個社區樂團啊，那這個社區樂團是一個3代同堂的，是。那我就問他說日本像這樣的社區樂團很多，那我當場為了那個畫面震撼到，我覺得我回來我要成立一下這樣的樂團。TPA and SRV 我們的社會其實後來少子化以後，其實有很多隔代教養或者是長輩啊，然後那個社會結構的改變，我覺得也蠻好的。對。然後我們剛剛看到那個畫面，其實很感動的。我剛剛有跟你們說，我看到那個長輩也好，我也看到宜秀啊，是中提琴，然後還看到你們的公子。對不對？一個打爵士鼓，一個是在小提琴，然後儼然你們已經成為音樂世家了，對不對？對。講一講小朋友怎麼會有機會也進入了這個你們的管弦樂團呢？團長，是他們自己來，應該小時候我們都說爸爸媽媽就我們看一下照片哦，這個照片就是你。哦，對，哦，這個怎麼會有機會？因為一般來講，我們都是小朋友嘛，有時候比較好玩一點，他覺得學樂器很辛苦啊，或者是剛開始就姐姐在樂團哦，那弟弟要開始學樂器的時候，姐姐跟他說你一定要學一個爸爸媽媽都不會的樂器，這樣子爸爸媽媽就不會這樣子嚴格的要求你。是，但是
弟弟从小就因为他看我的乐队的演出，他很喜欢打击哦，节奏感很好。对，当然他在学打击的同时，我们也让他学了大提琴。那最后他是选择来主修打击。那2个孩子在乐团里面，其实有一种带头的作用。哦，这倒是。对。因为啊，知道爸爸妈妈在走，然后你要做一个这么样子大家庭式的哦，就是管弦乐团，我会觉得说，别人会觉得说，哇，团长跟艺术总监，小朋友也来了，我们也可以一起加入啊，因为你们都可以做得到，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其实音乐我们没有在分所谓的贵，或者是贫穷可以练，就是说大家都是一样，大家都一样，大家都是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说，其实让音乐生活化，让我们的生活艺术化，这件事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我会觉得你们很厉害。我有一次回到龙潭去，几条线吧，我的朋友同学就跟我说，现在龙潭的那个垃圾车的音乐不一样。我说怎么说？我们还可以听到客家歌哦。这个渊源怎么来的？我要问一下艺术总监。你看客家的女孩就是温柔婉约，我就问艺术总监，他眼神马上飘上团长，还是让团长讲？对，这个是团长的想法，因为过程很辛苦。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分享，这就是头发快。对，怎么有想法要改变大家的习惯呢？我们听到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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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其实我觉得，因为在客庄里有那么多的客家人，那其实音乐就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对，就像我刚刚讲。对，其实，因为我们听的是垃圾音乐，这是外来的，像这个《少女的祈祷》是波兰作曲家的作品，那在欧洲都是卖冰淇淋，对，卖冰淇淋。然后少女的祈祷，给爱丽丝是这个贝多芬这个单恋的曲子。对，那我觉得。这个都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那么多，你看，应该是从我们小时候一直听到大。那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音乐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而且也是倒垃圾是一个平常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让它变成不平常，不一样。因为倒垃圾也可以很客家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但是在这过程中，你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？总有吧。有就是现在就是因为现在在龙潭区清洁稽查大队，它的垃圾车，它的设备不是 stereo， 它的播放系统是单音的，所以把我们管弦的声音放出来，它不能传得那么远。哦，对，这是一个比较要克服的困难。对，克服，再加上我们的市民就是现龙潭的市民，现在在换这个转换会有点辛苦，因为我觉得学音乐其实生活都是一样的，很多的习惯是要养成，对不对？让大家习惯。我觉得从台三线的起点龙潭开始，也许我们就可以听到真正台湾倒垃圾的音乐了。对，就是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来，对不对？后来趁着这倒垃圾的音乐，你有没有听到垃圾车的声音呢？你也要准备倒垃圾了吗？还是把垃圾准备一下呢？不要走开，带回来还有更多龙潭爱乐管弦乐团故事容易分享哦。莫这块，待会见。团长，人家讲到吼，对于做垃圾车音乐。有懂得的困难，就是做垃圾车的音乐啊，那是碰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难度在。但是我们讲到有一些是习惯的养成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所以总监，我问你哦，就是说，那在怎么讲维持这个管弦爱乐这个乐团管弦乐团的时候，你自己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？除了你刚刚讲说教学，因为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。对，我们的年龄层虽然不一样，可是我们的大人，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，都是我们强力的后援会。所以像我们爱乐的，我们的粉专，或者是我们的出门的彩妆法妆，都是我们的家长来全权处理，是我们后援会。很多事情，而且是无己之的。我懂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而且反而大家是像一家人一样在，对，大家一家人，就是我可能我会什么，我的专长是什么，我可以多做什么，对，包含接送孩子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大家会互相的帮忙，然后化妆，然后吃饭，有时候还大家一起出去玩，就是真的像大家像一个家，然后这个包含跨年，
我们会大家一起聚在乐团一起跨年倒数。对。哦，因为你们每年好像还是有固定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对。譬如说圣诞节活对，我们圣诞节有去。去年圣诞节我们去报佳音，到龙潭每个这个街上去报佳音。是。那在这过程里面，没有碰到什么特别感人的故事？就是一般的日常以外，就是比如说接送小孩啦、化妆啦，你们在这么多年来，你有没有碰到在团里面发生很让你印象深刻的感人的故事？当然，平常看到因为8年看到一些孩子长大，然后他再回来看我们。或者是我们的音乐会忽然出现，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。然后还有一次，我其实对孩子们写给宜秀的一个母亲节的卡片，让我觉得哇，很感人。对，我觉得他们把宜秀当作是他的妈妈一样的。对，因为他们也许宜秀开启了他们的音乐之路，对不对？对，也有父亲节卡片啊，哇，也有孩子对，哇，我们看看这样，哇，陈老师，你看看这个卡片，我告诉你，即使只是说谢谢陈老师，我觉得那都是包含了心中的感动跟千言万语，对不对？好感人哦。不过我们再回到2位身上哦，一个是念军校的，一个是很柔软的音乐系。当然，两个一定在相处上面有互补，一定也会有冲突嘛。特别是又一起工作，对不对？在这过程里面，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是非常温柔婉约的客家女性，我们团长现在聊聊我们的总监好不好？这个你们在，譬如说你们在教学上面会不会有特别？我讲他吗？可以，你就说他，不然你说我。没有，开玩笑的。好，他在训练他是非常的严格的哦。对他的学生，真的吗？对他的学生进去快乐的进去，但是会掉着眼泪的出来。没有啦，会很有成就的出来，好吗？那我练习音乐，可能虽然我是军校毕业，但是我们会练乐团会比较轻松。对，然后练一段时间要讲笑话，所以我都会聚集很多笑话，练习要讲点笑话跟团员分享一下，还有一些生活的分享，让他们觉得没有那么枯燥。对。那但是上台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大家的整个团要抓得紧紧的，因为上台是不能松懈的，一个音都不能松懈的。对，是。但是有松有紧是个好方法。对，总监要不要说说你心目中的团长？我心目中的团长，我觉得也是我先生，他是一个很有理想，然后很有执行力的一个团长。然后大家没有想过说龙潭乐会。一步一步的从我只是认为的一个社区乐团，因为社区乐团又要走到我们上中立艺术馆、客文馆，再到国家音乐厅这个过程，然后社区乐团要到国家音乐厅，在教学上确实是有一些的困难和辛苦，可是团长可以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的突破难关，达到目标。对，所以我是虽然平时是会。就是会有争执，都是为工作上尊敬他。哎呀，尊敬他。每次都跟他说不要担心，说一起发。嘿呀，真给。不过刚刚总监讲到国家音乐厅哦，这团长，我们今年要第3年站上国家音乐厅了哦。你回想一下，你们第一次站上国家音乐厅的感觉是什么？在上音乐厅之前，我自己有跟就是别的团队都有上，我们上音乐厅，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到音乐厅是。很长，就很像在家常便饭。对，那但是带了自己团上音乐厅，我永远记得那个就是游览车，我们的巴士转到那个中山，是，对，是中山北路，中山北路。我一看到那音乐厅，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是不一样的，对。然后那孩子们一上到舞台，哇，他们都很惊讶，怎么那么大的一个舞台？对，然后从开始排练到演出。最后1分钟是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的，而且很珍惜，对，很珍惜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宜秀呢，今年第3年了，你觉得第3年你希望给大家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们的管弦乐团，我们的国家音乐厅演出，从第1年的是像团长说的是候补，再就慢慢的是 B 级，然后到。一次一次的成长，对，我希望我们每一年这样子带着龙潭乡的孩子去国家音乐厅，成绩是可以1年1年的成长和进步的。我想也因为被看见了，
所以我相信你们每一年都在成长，而且让每一个小孩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我觉得是生命里面不只是成长，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记。而且今年不止这些，你们今年还有一个新的突破，就是社区的活动，今年也准备跟这个牛兰河剧团，对，我们跟关西镇牛兰河的剧场来合作，因为我觉得要一些突破，就是我常强调就是。包含上次刚刚讲垃圾车的音乐，是我们不是跟一般的乐团不太一样的是，我们不是乐团跟观众的一个关系。我们除了这个乐团，我们演奏音乐给观众听之外，我们还要再做在地扎根的工作。超，就像我一开始讲的，我觉得就让我们的音乐生根在地方之外，还深植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面，对不对？我们让那些阿公阿婆，那些阿 Q Q 妹哈，听那些原来这个客家音乐是可以用管弦乐团来演奏，对，而且是很亲近的，对，是很亲近的，而且原来管弦乐团就在你的身边。那我们演奏一些管弦乐曲，原来管弦乐团交响曲也不是那么深奥难懂的，对，一方面就把他们大的耳朵的这个听觉拉高了，是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说，我觉得这个龙潭，我觉得可以跟周边的一些客庄结合在一起。那我们之前在2年前我们去过罗屋书院表演过，是。那我一直很喜欢罗屋书院，那个典型的对客庄的对。然后那边现在有一个牛兰河剧场，是。那我们今年就尝试着跟他们来做合作的演出，这也算是新的突破，对，新的突破。哇，我们就看到这就是罗屋书院，对，在2年前我们到罗屋书院的表演，那。这个表演也是我们也是把一些流行歌曲、一些客家的传统的客家歌曲，那次演出让我很感动。除了去罗屋，所以我们去关西一个龙家大院演出，然后呢演完那个阿公啊，掉着眼泪，流着眼泪啦，来握着我手说他已经80岁了，没有听过那么好听的客家本色。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回馈。对，这工作也讲了。彼此的工作上的身份也讲了，我们卸下这些工作，团长就我们来觉得说啊，军人总是比较硬一点嘛，脾气也好啦，做事也好啦，虽然说教学我们卸下团长，当一个客家 C 佬，你对宜秀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？特别的话，看着他，不要看我不是宜秀。特别的话就是非常这个乐团正在靠着他，然后。因为我有这个有软的一面，有硬的一面。那在软其实是刚好相反，在硬的一面都是宜秀在要求的。哎呦，要哭了！你赶快牵着他的手，你赶快牵着他的手，快点。然后在软的一面都是我这边讲笑话哈，然后这样对，然后也谢谢宜秀在这8年，然后这个第9年来一直，虽然我们真的是每天晚上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，很累了哈，他辛苦。对，他是跟我说，宏宇，我们要来开会。对，但是那也是情感的交流。对，11点钟开会到12点多，不准打瞌睡。对，这样把每天乐团要做的事情把它讨论出来。真的，在争吵中或者在打闹中，或者在微笑中把它讨论出来。这就是生活，就像音乐一样，这就是人生。抱一下嘛。快点，快点了，主动一点啊！宜秀刚刚已经先说，你有什么话跟你的现在真真实实的老公说？看着他说，辛苦了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对，希望我也帮你们一起加油，我感受到。来讲一下我们春季招生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现在龙潭乐就是团练的时间都是星期6。是。下午还有晚上，然后报名的专线的话，就可以上我们龙潭爱乐的粉丝专线上面报名，只要搜寻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就可以了。对，是。好，那我们先预祝你在国家音乐厅7月的演出吗？7月13的演出，先预祝你们顺利成功，好不好？然后有机会可以带着团员一起来，然后我们好好的现场聆听一下你们的演出，或带着儿子女儿来。哇，好，谢谢。沈梦瑶，好，有喊来的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除了我刚刚讲的成番做得懂音乐都得懂成番。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感受到的不只是音乐，还有满满的爱。记得哦，也到我们福气来了粉丝专页按个赞。来，在微博这块运动一下。